台南市头一批社会主体义举成功甲义举仁爱开放登记，这两区计共是有178户名额，不过到即阵时已经有超过4300人申请，抢到的几率高达4%。透过市府的宣传影片，会当看到台南头一批社会主体内部的状况，室内真光，空间也真宽，声袂少民众去抽签。最近台南市头一批社会主体开放178户抽签，煞有4300多人申请，抽签率敢若4%。其实周遭的环境、地理位置，还有它的设施设备都还蛮好的。就是说，好吧，那既然有投，就是有机会，但也不会抱太多任何的期待，说我可能会中这样子。台南市都发局解说讲，4300多人内底有800多人是中福抽签，抽签率唔那4%尔。另外，台南市针对弱势住户原本就有4成优先户，万一若无抽到，会放零标准，保障实际权益。4393件当中有800几件是重复的吼，所以安尼起来比率起来当然会较悬。这40%的优先户就是讲真正就是弱势更加弱势啦，所以伊也无法度纳入优先户的部分，阮会甲放伫一般户来做一个抽签的机会。所以讲，这个优先户吼有2届的机会啦。台南社会主体真侪人要申请，抽签率比上北甲台中的平均10%到20%搁较低。市府强调会透过多元管道推动社会主体，目前有184户员工，7099户等咧起。即阵咧规划甲等咧起的计共11170户。未来社会主体会继续去保障市民大的权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